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今仔日來講欲言又止，台語安尼寫安尼講，要講閣頓定，要講閣頓定，就是形容一個人明明有話想要講，但是話到嘴邊閣吞轉去，唔知影是不是應該講出來。你若安尼要講閣頓定，是有苦衷，也則是有顧慮。你若有話就直講無要緊，大家攏會當參詳，唔免安尼要講閣頓定。伊要講閣頓定，面色看起來真沉重，敢若發生啥物大代誌。伊坐佇遐已經坐真久，要講閣頓定，最後也是無講出來。要講閣頓定的頓定是猶豫，也則是暫停腳步，暫時停頓。特別落雨啊，唔通頓定，趕緊行。你若講話安尼頓定，敢講有啥物秘密，無法度講出嘴。今仔日的台語字要講閣頓定，實在真趣味。